教課啊？呢啲叫做有一、題目邊有題二、三。哦。呢個係你老母。一、二、三。你老母啫，嗰個你新抱嚟㗎嘛。一、二、三。乜要抌咗佢啫？你睇。哦。問題都唔行得開啫嘛。一、二。好啦，熄啊！熄燈。哦，熄咗啦。再返啦。哦。哦。行啊 ，Matthew。一、二、三。三。倒得埋咪倒埋俾家姐咯。好啊，嗱兩個，快啲